各位的弟兄姐妹们，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又来到主的生日，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现代的这个机器电脑，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还是能够靠着这些来聚会，把神的话语来传达更远更多的地方。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现在这个疫情病毒的疫情还是很猖獗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也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好起来，也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时代，能够蒙恩因祸得福，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不但要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待，我们也要感谢上帝，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也为着那些需要的人、伤心痛苦的人、在病痛在医院当中的人，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认识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而得到永远的福气。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仍然还是处在这个病毒很猖獗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要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上帝的爱并不会因着这些事情来改变神的爱。正如保罗在圣经里面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这些世界上各种不好的东西的事情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因为他爱永不改变。谢谢你，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也为着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祈祷，求上帝特别怜悯他们，让他们在病痛当中认识上帝，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心中才有真正的平安，才能够得到永远的安息。神求主你向他们彰显你的慈爱，向他们彰显上帝你的大能，也安排有一些信主的人去向他们安慰，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仰望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上帝你的灵来带领，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中国版。我口舌赞然述说，敢讲从何颂赞。他除我罪担忧愁，使我得着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
山岭，美国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需用，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临到世上自然，借救恩我罪得赦，并拯救我灵魂，不为我解脱捆绑，使我得着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需用，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是与罪和自然，靠主的大能救主，使我顺服归山，蒙主赐平安满足，得享天堂永福。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波涛滚滚大海洋，高过最高山岭，美过最美泉源，奇妙救恩足够我需用，过我一生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无邪情。我要称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各位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咱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一个先知的名字，就是约拿。他呢是一个躲避神旨意的一位先知，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约拿，一位躲避神旨意的先知。圣经有一句话说记载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说到17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句话呢，这2节圣经经文呢，就是讲到圣经不是一本普普通通跟世上的一些书一样，这里特别说这是一本神所默示的一本书，对于人呢是很有帮助的。这里讲到对于教训责备督责就是责备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学义就是学好的意思都是有益处的。为着叫那些属上帝的人完全
意思就是说，开始不是完全，但是慢慢学习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帮助带领之下，一直改变纠正自己这个心灵里面充满着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越来越好的意思来预备行各样的好事善事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这个人物叫做约拿。虽然是一个在教会当中，虽然是经常谈的是主日学生经常听到的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一本书对人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有一句话说开卷有益，意思就是随便拿一本书翻开来看里面都有一些好的话语让我们得到益处，就是开卷有益。那么圣经更是这样，每一个故事人物，每一个段话语，圣经的话语每一篇的诗篇都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那么在圣经当中有3本书是魔鬼撒旦最恨的、最不喜欢的。有哪3本书呢？第一本就是创世纪。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是预言神接着女人的后代基督，接着基督就道成肉身就是从天上变成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间来拯救世人所以这在创世纪3章15节这么说我又要叫你，就是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这是魔鬼撒旦，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她的脚跟。这一节的经文记载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是预言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普通我们说她是男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她没有结婚，但是上帝借着这个女人，这个童贞女来怀孕生子，很奇怪的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耶稣有一天要借着一个童贞女玛利亚来出生，她的出生来到这世界就是要拯救世人，这是一个预言。第2本书呢就是但以理书7章9节到第12节但以理说是预言基督荣耀的第2次降临来到世界，为要毁灭魔鬼撒旦要审判他。所以魔鬼撒旦很仇恨这本书很怕再来一本呢，就是今天所要讲的约拿书约拿书呢是预言或者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因为他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在肚子里面，就是预表耶稣为世人死埋葬3天3夜在坟墓里面，后来复活了。所以魔鬼很仇恨这3本书，创世纪、但以理跟这个约拿书这3本书。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故事的内容了。什么内容呢？就是讲到这个约拿，他是一个先知先知呢被耶和华上帝差遣到一座城叫做尼尼微城去传道。神差遣
这个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宣告。圣经是这样写，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就是警告的意思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因为这个城市尼尼微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非常的厉害约拿，你去宣告。那约拿呢是谁呢？约拿就是北国。我们知道，本来这个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南北就是合在一起的。后来他们分开了有竞争有不和睦就是分成北部的是以色列，南部的是犹大那么这个以色列北部的以色列，那这个约拿就是在北国的以色列做先知的。他的家乡呢是在这个加特西弗，距离耶稣的故乡拿撒勒有3英里之遥距离那个他的家乡就是约拿跟耶稣的家乡很近那么约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鸽子的 pigeon， 鸽子的意思又讲到尼尼微城，上帝跟约拿说，你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去宣告这个有一天他们要灭亡了那么尼尼微大城是亚述国的首都在以色列的在北方，就是这个加利利湖在往上的，就是 Mesopotamia 这个地带的，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城市伊拉克的这个大河的北边。尼尼微位于这个城呢，跟这个约拿坐船的那个地方就叫做约帕离约帕跟上边那个尼尼微的距离大概有1100公里那么远是在 Tigris 的格里斯河的东岸。那么就是现在在伊拉克的一个地方叫做摩苏的附近圣经说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为什么呢？是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如果要走路要走3天的路程才能够把整个城市那个走完所以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它的人口圣经说不能分别左手跟右手的这些人有12万人那么多，也就是不能分辨左手跟右手，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能分辨是非的，不能分辨左右的，不成熟的一些人他们混乱犯罪那么可能不止这个12万人那么多，可能超过这个数目那么这个城到底是怎么样？上帝要惩罚他，要毁灭他呢？圣经说，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的罪恶很厉害稍微形容到底他们的恶在哪里呢？圣经说他们在战争当中非常的凶残
残暴这个虐杀残暴因此呢，四周围的很多国家都很惧怕他，很憎恨他们，因为他们太凶残了还有一些先知书也形容这个尼尼微城是因为那些美貌的妓女多有隐形，就是形容他们的女孩子就是很多是做妓女的，在引诱别人犯罪他是惯行邪术，不但是隐形呢，而且他们呢就去做一些邪术的事情，跟邪灵有交往的事情接着隐形来诱惑列国，不单单是他们的百姓，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去引诱他们犯罪用邪术诱惑多族，用邪术就是交鬼邪灵交往的那些跟魔鬼有关系的那些行为去迷惑很多国的民族的人。还有在拿鸿书又讲到一些这流人血的城充满着这个荒诈跟强暴，说谎诈骗跟强暴抢夺的事情总不止息抢夺凶杀总不止息。这里还讲到他说他们图谋邪恶，设计来攻击耶和华他们想各样的恶谋这个邪恶来攻击耶和华，可能是他的百姓，或者是他的这个仆人们就那么败坏。那么这里讲到说，上帝告诉约拿说，你到这个城市，你们要去呼喊。这个呼喊不是单单的讲到大声喊叫，没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呼喊，就是宣告的意思。先知的工作就是宣告神的话语他们犯了罪，应该悔改，不然上帝的刑罚要临到他们，上帝要灭亡，也要这个毁灭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宣告呼喊就是人类的罪恶非常的败坏。若不是接着先知或现在的传道人、牧师或者一些神的儿女们来宣告来唤醒在罪恶当中里面这些大城市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罪恶，让他们醒过来从昏迷沉睡的当中能够醒过来，能够悔改认罪，归向上帝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传道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出来宣告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耶稣讲的就是这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施浸约翰也是这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人要得救，必须要悔改他们的罪恶，来归向上帝，来相信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所以这就是约拿被神来呼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尼尼微这个城去呼喊宣告神的审判，叫他们要悔改但是这个先知约拿听不听话呢？圣经怎样说呢？第1章的第3节说，先知约拿却逃避或者躲避耶和华，不到那个尼尼微去了，
反而要坐船在一个港口啊，叫做约帕啊，在这个地中海的这以色列的这个东边的一个海岸，一个港口叫约帕，坐船要逃离耶和华，不去上帝所指示他的那个大城市，反而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他施。他施是什么呢？哪一个地方呢？就是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坐船啊，一直到对岸很远的一个地方，就是现代啊，很多解经家就是说，这个他施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躲避耶和华呢？原因啊，因为啊，这个城啊很坏，这个城很坏，因为他不愿意，这个约拿不愿意看到这个尼尼微得救啊，而是盼望他。因为他的罪恶太大了，上帝要灭亡他。他心里说：“活该，应该灭亡，因为他们太坏了。”啊，因为他知道，如果神怜悯他，如果神怜悯他们，不毁灭他，那这个尼尼微啊，这个亚述国后来就会来打他的国家以色列啊。我们知道后来真的把这个他的国家毁灭了，把以色列毁灭了，因为这个国家很凶残啊，因为这个亚述啊很凶残，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啊。还有这个约拿，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明白神的心意啊，他怕神改变了主意了啊，如果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呢，以后他就成为一个违犯了啊，会祸害更多的人啊，会杀死很多的人啊，所以这个约拿明白神的心意啊，他也认识神的性情啊，但是约拿却体贴自己的感情啊，他因为他厌恶那个尼尼微城，厌恶亚述国，他巴不得那个国家灭亡啊，因此呢，他不肯顺服神的旨意啊，神要他到那边去，他却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他施这个地方去，所以他是体贴肉体啊，不体贴神的旨意，不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爱世人，要他们这个悔改认罪得救啊！圣经说，一个人如果体贴肉体的，就是跟神为仇。因为你体贴自己这个罪恶的老本性啊，就是与上帝为仇。但是如果去体贴圣灵，体贴神呢，就是有生命，有平安啊。那个约书亚第1章第3节说啊，神叫他去那个地方尼尼微去啊，约帕却起来逃往他施啊，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就往他施，要往他施。他施是一个地方啊，就是也许就是西班牙那个地方。他就给了船价、船钱，就上了船，要跟这个船上的其他的人一同往他施这个地方去啊。而这个他不去那个地方，目的就是说要躲避耶和华，要躲避耶和华
能够躲避吗？约拿不愿意看到一个残忍的很凶残的一个亚述人蒙上帝的怜悯以至于以色列将来会被亚述国来灭亡，所以他不肯顺服上帝的差遣，宁可选择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坐船用水路去躲避上帝，逃到他施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能躲避的。诗篇139篇第7节那里说我往哪里去躲去逃躲避你上帝的面呢？人不能躲避上帝的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人无论躲到哪里去躲藏逃避耶和华上帝，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那么他就开始坐船了，就坐在船上他自己一个人跑到船这个底舱里面去睡觉约拿躲避耶和华的结果什么呢？耶和华他们坐在船上呢，耶和华就让这个海中起了大风浪海就疯狂大作，甚至船几乎要破裂，要沉下去了。那些船上的人，那些水手都非常的害怕。当时的很出名的水手就是腓尼基人就是靠海的这个一些人腓尼基人，他们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上帝，他们有自己敬拜的神所以个人就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就祈祷他们自己的神来保护他们但是呢，一直祈祷没有看见这个风浪停下来，因此他们赶快把船上的那些很贵重的、很重的东西把它扔下海让这个船比较轻些不然这个晃得太厉害，水就要进来整只船就要破坏了，就要沉下去了，他们就没有命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约拿在做什么呢？约拿却在船的这个船的这个底舱里面沉睡。圣经说，那么船主呢，这个水手们就叫醒约拿，说叫他起来祷告。你看我们这个快要死了，风浪那么大船摇的晃得那么厉害快撞到这个石头了，要翻了，你还在这里睡觉吗？他们就叫他赶快起来祷告，他说使我们不会灭亡赶快祷告。那于是他就上去了，他们就在那边撤签。什么叫撤签呢？就是以前呢，小孩子这个把一只一只的东西就撤签，看谁最长的那个人就是他了，撤签。还有或者是写什么东西在那边呢，看谁抽到那个就是他了后来他们撤签就撤出谁呢？约拿。他们就问他，你来到这里干什么这灾难临到我们都是因你的缘故你做什么工作的？你以什么为业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你是属哪一个族呢？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呢？问这些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你是哪一族的你为什么要要躲避上帝今天呢，
有的人呢，神呼召他做某某事，做传道或者做每一样某些工作的时候，有的人躲避上帝啊。当你躲避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不能躲的。当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问到你，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是做什么的啊？你是做什么的？你要去哪一国？你从哪一国来的？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第9节又说，他这个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创造这个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我是希伯来人，是敬畏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沧海这个大海洋的创造干地的旱地的上帝啊。”约拿他的回答就是表明他自己的不对，跟在神的面前犯了罪啊。那些水手听到这样说啊，就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啊？不是问他你做什么事，他是责备他们他们是责备约拿，责备他为什么你逃到这里啊？意思就是说，你既然相信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大海也是你们的神所创造的，你怎么这么愚蠢呢？既然冒险走海路，要躲避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既然你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是那么厉害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躲避他呢？你这样做是欺骗你们的神啊，就是责备他们的意思，责备他的意思。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躲不开上帝。如果神要你做，你就顺服去做，对你有益处，对神的事工有益处，对以色列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帮助。所以这些水手们呢，既然知道了，那么他就问他说：“我们应该向你做什么，才能够使这个海浪平静下来呢？”他们问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海才能够静下来？”因为这个海浪到现在还是那么翻腾的非常的厉害啊。那么这个先知约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把我扔在海当中这个海浪就会平静了。因为我知道你们遭的这个大风浪是因为我而起的，是因为我的缘故而起的这个风浪。”他承认了。那么他们呢，这些水手就把他举起来，就扔到大海里面去。圣经就说，他们就是水手们便求告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到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所以他们就举起来，把它扔到大海里面去，这个海就平静了。真是奇妙啊！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又责备这个风跟浪，风就停了，浪就静了。因为上帝是统管天地万物的主宰。后来上帝就预备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
那么那些人呢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喜悦呢。那这个约拿呢，被一条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他在鱼的肚子里面3日3夜。那么这个鱼是什么鱼呢？那么大，有人猜可能是鲸鱼吧，因为鲸鱼很大这个可能鲨鱼一吃一咬了就成为2半了，就死了。这个鲸鱼比较大，一呼吸整个人就吞进去了所以这个先知约拿就在大的鱼的肚子里面3日3夜。那么约拿就在鱼的肚子里面做什么呢？在那边祷告、认罪还他的愿呢。这耶和华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出来，吐到干地、旱地上去了。因为约拿在神的面前，在肚子里面，在鱼的肚子里面呢认罪还他的愿。那么约拿他就来到这个尼尼微尼尼微城，就宣告上帝的信息了圣经这样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这个尼尼微去。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3天的路程。约拿进了城，走了一天，就宣告说他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须倾覆了，就是要倒了，要灭亡了这样一天呢，就在那边宣告你们要悔改因为这个城40天呢，上帝就要毁灭这个城了，你们要悔改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尼尼微的城里面的人听到这个信息就悔改了。圣经说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身体上面穿这个麻衣就是一个很粗糙的衣服，就是代表悲哀悔过的意思那么这个消息呢，也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坐在灰中，就是灰尘当中他又使人遍告全尼尼微通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命令说，人不可吃什么东西，连牲畜羊牛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要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忏悔，表示他们悔改了。他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要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王又说，或者天上的神转意后悔，不发怒，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说不定我们要悔改这个王自己也劝勉他的百姓这样做，要悔改那么神就怜悯他们没有把灾祸降临到尼尼微这个城市。圣经说，于是神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神后悔了那么神就不降灾祸给这个尼尼微城。那么约拿
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约拿看到这个尼尼微，本来神要灭亡他们，现在没有了，他就发怨言了。圣经说这件事情就是神不灭尼尼微城，这个是约拿大大的不高兴、不悦，大大的不悦，就是大大的不高兴，并且呢生气，甚发怒，就非常的生气，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祸不降灾给那些悔改的人所以我既速很快的要逃到他施这个城市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生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呢。你看，改变了，本来轰轰烈烈要做这个事情宣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改变了，他不会因着他们的改变为他们高兴，反而求死。因为上帝你本来要灭他们，现在又不，因为你是慈爱有怜悯的，他就为了这个事情反倒不高兴，想要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先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有几个原因。因为他巴不得第一，因为他巴不得这个亚述国，也就是尼尼微城这个城本来是无恶不作的，非常凶残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这个是应该灭亡的。神应该用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个城市，以至于把这个城市毁灭了。他的心意是这样的，这个先知。那么耶和华看他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不对，他的动机也不对，他就来教导他这个耶和华就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这样生气合理吗？奇怪神不责备他，不大大的责备他，你为什么反抗？为什么我叫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不去，反倒逃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我赦免这个城市，你反倒不高兴，你反倒生气你这样的不高兴，你这样的发怒，合理不合理神常常会给人一个机会来思考你所做的，你所思想的到底对不对？我们这样做对吗？合理吗？我这样想对吗？合理吗？为什么神会发出这个问题？就是要给人去思考你所做的事情不对。比如说在新约，上帝耶稣就责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去踢这个刺是难的，是很难的。耶稣问保罗有时候他会问你要往哪里去？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做这个事情合理不合理如果我们静下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是凭着自己血肉之气，血肉这个血气来做事。所以这个约拿就离开这个城市，到这个城的东边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为自己搭一个
棚，一个 shelter booth 啊，用这也许用这个树枝啊是什么来盖着自己，让他在这个在太阳阴下啊，在树枝的阴下，而且圣经说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还是不服气，上帝怜悯他们，赦免他们，他又要坐在城外来看着那个城，到底神是不是还是没有还回，还是要灭这个城市啊？到底这个城市的结果是怎么样？有没有灭亡？那么神就安排什么呢？神安排一棵树叫做蓖麻，有的说这个 castor oil 的 plant 啊，不是很高，一人多高啊。这种树为着是要让它能够遮炎热啊。圣经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树使它生长高过约拿。他的影儿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痛苦，就是太阳晒的痛苦。约拿因着这棵蓖麻树呢，就大大的欢喜。哎呀，我本来好热，快要闷死了，热死了，还好上帝为我预备一棵这样的蓖麻树，帮我遮挡这个炎热啊。第7节说，次日黎明，第2天早上，神又安排一条虫去咬这棵树，这棵树就枯干了，死了。奇怪这个好好的，为什么有神安排一条虫来把这棵树遮盖它的这棵树，把它咬死呢？第8节说，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呢。他一共2次求死了。这一次呢说，哎呀，我热得快要死了不如死了好了。神安排一棵树，神安排一条大鱼，安排一个蓖麻树，安排这个东风热风安排一只虫那神在问这个约拿说，你发怒合理不合理啊？神对他说，你为着这棵树的死亡而来发怒吗？来生气吗？而且要来求死吗？他问他合理吗？这个约拿先知说，我发怒，我生气，求死是合理的。你看这个为他辩护，我求死是应该的。这个太放荡了，太这个不约束自己了，敢跟神说这样的话。神又对约拿的责备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所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它的生命是一夜生长，一夜就干死了这小的生命植物，你尚且爱惜它，因着1天的生命，你就因着它的死来发脾气，要求死吗？何况上帝说，何况这个尼尼微城，我本来要灭这个大城，其中有这个不分左右的这些人呢，有12万人那么多，而且有许多的牲畜在那边呢我岂不爱惜呢？最后神讲着，我看到这么多人的灵魂这么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我
反悔，不把他们灭了，因为他们呢悔改了。这个就是讲到神爱惜世上的那些无知的人的生命。如果人愿意悔改认罪，神愿意接受他们，要拯救他们。人应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神，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那以下的几点我们分享，就是说这本书这个约拿书它的主要主旨是说，神爱世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上帝。人是犯罪的，应该灭亡的，但是神爱世人，上帝他预备了救赎救恩，为着要拯救世人，所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真神的。有几点咱们要讲一讲。第一点，约拿这个人呢，虽然是一个不听话的先知，但是神却使用他呢，去成就一个历史上面一个很伟大的拯救的工作叫一个10多万的人能够得救，能够悔改，因着开始他不听话想要逃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上帝是把他扭转过来，继续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拯救了许多的人免于灭亡，是人类的历史上面一项伟大的拯救的工作。请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人，一下子就死了那么多人10多万的人就死了，你不会因着这个可惜吗？当我们看见这个疫情来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呢，一个一个的死，是从进去的人是走进去的，出来是躺着出来的，而且没有生命再来，虽然尼尼微城是一座罪恶极大的城市，又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但是上帝也爱他们，爱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何况这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的有12万人，还有许多的牲畜神说，我岂不爱惜呢？这就是约书亚这个主题，神爱世人。第二，神是掌权宇宙秩序的一位上帝是掌权宇宙秩序的真神，他能够控制大自然、风浪，甚至大鱼都在他的手中。第三，神是听祷告的神。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神垂听了，而且饶恕他了。神借这个大鱼来管教这个先知约拿，经过在肚子里面3日3夜，在肚子里面，他把这个非常的不听话、很倔强的stubborn 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最后呢，他就服下来了，他向上帝这个许愿，并且呢要顺服神愿意到尼尼微去宣告、去传道。第四点，神是有怜悯的神约拿书第3章第1节说，神的话第2次临到约拿，这实在
是神的恩典呐，他给人第二次的机会，给人机会为他工作，给人机会得救。我最近呢接到一个传道的工作，一个人打电话来，他说他的父亲啊，他一个老父亲啊，病得很严重，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牧师，你可不可以向他传福音呢？在这个网上啊，你讲道让他听。我说我可以啊，我就把这个录下来啊，就让他听啊，就是直接他因为这个老人家不能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呢听我讲，我就把它录下来，他可以分段哈，就播放给这个老人家，有90多岁了，他听了福音呢，他接受主了。再过几个礼拜，这个老人家就离开世界，到上帝那边去了。神以前给他机会，也许他以前没有接受，到这样的危机来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再来一点，就是神是使用人的神，他愿意使用你跟我来传达神的救恩。虽然这个约拿不听话，但是神很耐心的去管教他，把这个约拿啊，把他带回来，用办法，接着一棵树就是蓖麻树啊，来教导约拿。接着这个炎热的天气，也接着这个一条虫，让他知道，约拿，你尚且为着一棵树啊，一天的生命他就死了，你尚且爱惜他，为他来生气发脾气，何况我上帝为着那么多的人的灵魂来拯救他们，给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上帝的警告，听到上帝的呼喊，来责备他们，让他们得救了。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先知为什么生气呢？不高兴呢？其中一个原因呢，他说神本来呼叫我去警告那个城市，神要灭亡，可是神没有灭亡他们反而救了他们。那我是先知我以前我到别的地方宣告说这个神的话，这样说，我宣告按照神的话，如果我所说的话没有应验呢，那我就是别人会说我是一个假先知因为一个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是到底你说你是靠着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如果那个话语应验了，你才是真先知。如果你说你是传神的话语，但是你传的这个话没有应验，人家就会说那个是假的先知。就是因着神的话应验没有应验来判断你是真先知和假先知。那这个约拿他宣告的话语没有应验他很生气为什么呢？人家会说为着自己的名誉，为着自己的名声保护自己的名声名誉来生气他很不开心是这样所以为着要保护自己的面子跟名誉他不关心这些人的灵魂。
他不会，他没有什么，他因着一棵小树而死亡而生气难过，他没有因着那么多的灵魂12万的人的灵魂得救而高兴，他愿意他们受神的刑罚。这样是什么态度啊？神就接着这个引导他来认罪悔改让他自己知道他的错。再来就是神是信实的上帝，他借着约拿传达信息，并不是没有应验约拿传的这个信息，这个时候的城里面的人都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他们，没有毁灭他们。但是过了100年之后，100多年之后，这个城市就是换了一些新的人呢，这个城市还是在罪恶当中。这个时候呢，上帝呢就施行他的审判了，这个城市就灭亡了。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说的话会应验。如果人不悔改，神就用他的公义来审判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神给人机会，也给这个为他做工的人机会。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是这个疫情非常厉害的时候，许多人因为还没有听到福音就离开世界了，非常的可惜。盼望我今天所讲的道理你听到了，你知道在神的面前亏欠上帝，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你应该在人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圣经说神爱世上的人，甚至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要拯救我们，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要向神认罪悔改而相信的耶稣基督。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得救，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生命，神给我们机会，请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机会一过，可能不会再来了。神给我们机会传福音，给我们机会为他工作侍奉，我们不要推迟，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跟他的旨意，神就会接着我们来做出荣耀他的工作，拯救人的工作。所以圣经在这个启示录3章20节那里有一句话说，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现在上帝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开门，你相信接受耶稣，我要进到你里面。当你接受我进到里面，我们两个人就非常的快乐就在里面坐席。坐席意思就是这个和好团契有生命的团契，就是跟上帝有生命的团契，来享受神里面的丰盛的恩典。这就是神的心意。各位，当你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在门口叩门，你的心门是不是愿意为上帝而开，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呢？我们一起祷告。神啊，
在现在这个动乱不安疾病到处都有，许多人就死在这个疾病当中。他们死的时候，有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了，有的人还是没有。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永远的在那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受苦。求你怜悯，给人再一次机会，当他们听到你的福音的时候，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巴不得他们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敞开他们的心门，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而得到上帝永远的福气。感谢天父，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